電影《七月與安生》2015年開拍，2016年9月開始上映。電影入邊兩位女主角內地女星周冬雨同馬思純因為拍攝而成為好朋友。當年電影獲獎無數，而兩位女主角更加係金馬獎史上首次嘅雙影后。兩個人至今相識已經有10年，而3月14號正正係馬思純37歲生日。周冬雨特登喺3月14號踏正0時0分喺社交網上載兩個人嘅合照，中英夾雜寫住 10 years 了，挺 exciting。而馬思純亦都有樣學樣，中英夾雜咁樣回覆 Love you 如初，搞笑之餘亦都證明兩個人咁多年感情冇變。而網民最關注竟然係疑似素顏嘅周冬雨，大讚佢保養得宜，而且皮膚超白，令人羨慕啊！